继续要来讲台湾的牛轧糖，台语讲牛皮糖。外国的观光客拢会要来做伴手礼。讲中国有一个网红到台北市的迪化街买一小袋牛皮糖，竟然要1000块，敢袂伤贵啊？无非阁是咧讲骗啊，是咧网络顶引发着讨论。业者出面来背回，讲因采用的食材成本比一般的牛皮糖贵3-4成左右，而且伊嘛甲介绍注明甲真清楚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因是正当咧做生意。这是台湾道地的糖果啊，台湾道地的糖果啊！那我要试一个试试看。中国网红邵恩进前去台北市迪化街试食一间牛皮糖点心，刚刚看到店员把牛皮糖特别去红烧卤个内底，想不到一个卤卡无点判，不过介绍说是贵33。我们就要这个。这个吗？好，那给我们看一点。这里是多少？这个1000啊，正好是吧？啊，不用找，正好。包20个，差不多300多块吧，没有那么贵啦，1000块谁买啊？一般牛皮糖100克超市内票100到800块，这间迪化街牛皮糖店价票是300克大约600，等于100克大约200块，不怕比一般市场价介绍更加贵。因为我们的牛轧糖对不对，都是用这个纯天然的原物料啦，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香料这样，我再搭配我们的这个坚果，还有我们台湾的新鲜果干去制作，所以成本确实是比较高的。业者强调一分钱一分货，一摆少很买牛皮糖，强调家己用天然的水果干，加上美国的血精可，当中介绍拢比牛奶土豆成本更加贵，介绍嘛贵要3-4成，当然批的会较贵。不过外国人较是爱买牛皮糖当做伴手礼，敢若迪化街就真侪店家伫咧买。我们这边每一种都有，有日本啊，然后欧美啊，或者是香港的，有时间段的人潮流量，所以每天生意都还蛮好的。牛皮糖是台湾真有名的点心，这摆嘛因为介绍，互大家拢伫咧注意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